星期六立法會直選論壇。新聞及公共事務部製作，主持羅輝、何翠萍。早晨，咁正經星期六咧，今日繼續係舉辦呢就係立法會選舉，今日係九龍西嘅直選論壇啦。咁出席今日論壇嘅9張候選名單代表咧喺晒直播室啦。咁分別咧就係1號嘅獨立嘅黃以謙啦，早晨。早晨。咁2號嘅民主黨嘅黃碧雲，早晨。早晨。咁仲有3號民協嘅譚國僑，早晨。早晨，譚國僑。4號獨立嘅黃毅旭，早晨。早晨，大家好。5號係民建聯嘅蔣麗芸，早晨。大家好，早晨。6號人民力量嘅黃毓民，早晨。早晨。咁仲有7號香港關注會嘅林依麗，早晨。早晨。8號西九新動力嘅梁美芬，早晨。早晨。同埋9號公民黨嘅毛孟靜嘅，早晨。早晨。咁啊，新聞前呢已經有3位候選人接受咗區內選民嘅提問啦，而家繼續係第2部分嘅，餘下6位候選人呢會接受選民提問。咁各位候選人喺節目開始之前呢已經抽出咗一條問題號碼㗎啦，而家我哋呢會按住候選人抽出嘅號碼播出相關嘅選民問題嘅。咁繼續都係啦，問題之後呢會聽到嗶嗶聲嘅，咁候選人就可以開始作答啦。咁喺倒數10秒呢亦都會有提示信號㗎。咁跟住呢我哋會係4號獨立嘅黃日旭啦，咁佢抽到嘅問題係5號嘅。我會問佢仲會唔會再拉布咯？應該點樣去支持翻政府做嘢咯？因為而家政府想做實事，但係立法會又好似好多阻攔咁樣。即係就算嗰件事情係真係幫到香港嘅，佢都夾硬去拖延佢，即係唔俾佢實現咯。我諗市民最關注其實就係拉布拖延咗一啲民生政策以外嘅問題。咁但係我哋首先要解釋一樣嘢呢，就係其實成個拉布我哋都睇到，其實喺民主派嗰個做法上面呢，都希望能夠拖延嗰個惡法嘅審批，喺一啲新修訂條例上面能夠清晰，讓市民更加清楚嗰個惡法裡面一啲嘅問題，同埋裡面一啲需要處理嘅一啲澄清嘅處理嘅條例。咁喺當中其實成個嘅時間拖延，其實就希望能夠引起民生嘅關注，了解清楚究竟個條例係當中有啲咩嘅惡法同埋點樣惡。我相信喺呢度呢係需要係時間去解釋。但係另一樣嘢，其實我哋睇到一個最不公平嘅制度，就係政府一啲嘅條例草案裏面呢，係尤其是維護啲大商家大財團嘅推出呢啲條例呢，只要喺議會過半數就能夠通過。咁所以喺度我哋更加要取消功能組別，先能夠全面有個普選同埋即係能夠處理個民主制度嘅進程。多謝大家。好啦，咁啊時間到啦，唔該。跟住係5號蔣麗芸嘅問題，佢抽到問題問係1號嘅。其實佢點樣睇呢個國民教育啊，或者即係6四平反？即係我覺得其實每一個呢個立場都要表得好明。口號式嘅平反6四，但係到實質佢哋上到政壇嘅時候，究竟係做緊啲乜嘢呢？大家好，我係5號嘅蔣麗芸。就有關國民教育呢，我相信而家好多市民、好多家長，佢哋最關心呢，就唔係國民教育呢個名稱，而係最主要呢，就係國民教育裏邊嘅內容。究竟個內容會唔會太偏頗呢？咁呢啲就正正係我哋而家好多家長所關心嘅。咁所以我認為喺呢方面，我哋應該嚟講，應該多啲關注下學校未來嘅教材內容啦。咁呢就我好希望呢，我亦都會係有機會當選咗立法會議員嘅話呢，我將會係呢個緊密嘅聆聽住我哋啲家長嘅聲音。咁假如係就呢方面大家有意見呢，我都好希望大家能夠多啲向我反映。冇補充啦。冇啦，多謝。好，咁就跟住落嚟呢，就係6號人民力量嘅黃毓民啦。咁你抽到問題呢，就係4號嘅。佢想知道點樣你做得好啲咯？窮人派錢唔代表解決問題咯，要令到佢能夠自己脫貧，即係一個好嘅做法。即係你就係講啲派錢，但係冇啲計劃去點樣做啲經濟啊等等咯。我係6號黃毓民。咁啊呢個問題咧就抽中問我又啱晒，因為我主張派錢嘅。呢個即係前年呢個6000蚊亦都係我哋努力爭取翻嚟，其他啲政黨即係跟風，跟住就政府派錢。今年唔派錢呢，就派俾啲有錢佬，就唔派俾啲窮人。差餉呢就117億，其中呢最高嗰個攞9000萬，最低即係排第10嗰個攞800萬。呢個不患寡而患不公，2萬幾億嘅財政儲備，政府即係善財難捨，冤枉甘心。所以我哋如果做咗立法會議員之後，我哋會繼續爭取政府喺個資源分配裏邊，即係盡量對基層、對弱勢嘅族群呢，即係施以援手。因為呢一啲財富係我哋香港人共同創造嘅，所以呢個扶貧或者滅貧嘅問題，應該由政府嚟做。立法會議員要充分去監督佢哋，唔好做保皇黨，唔好叩頭。
冇補充啦，係咪？好啊，唔該。咁咧，跟住就係7號香港關注會嘅林依麗抽到嘅係6號問題。我希望社會多啲和諧咯。你開緊會又喺度搞事嘅，即係好多我身邊啲朋友咧，佢哋係唔出聲，但係唔代表佢哋係接納嗰啲咁嘅行為咯。我就會問佢其實佢哋咁嘅立場係咪代表緊每一個香港小市民嘅意見咯？咁我唔知佢係咪指毓民啊？咁毓民有佢嘅支持者啦，咁啊當然佢嘅支持者贊成佢咁做啦。咁我唔理佢。咁咧我自己咧我就關注香港我哋嘅僱主，香港人嘅僱主，點解我哋請外傭咧係冇立法會議員關注嘅咧？而家啲外傭有啲偷錢啦，有啲呃代通知金啦，呃機票啦，點解差人唔理咧？係嘛？跟住咧警方越嚟越即係嗰個警權過大啦。我見到啲水馬圍住晒，點解又要咁樣噴佢哋呢？跟住最大嘅呢，就每一棟大廈有好多業主喺度住噶嘛，10棟大廈有9棟都貪污嘅，點解廉署唔拉呢？係嘛？咁呢啲係好重要嘅民生議題嘅，你哋成日講埋派錢，講埋啲咩老人金，你睇你哋個個好似念台詞咁，我都唔知點解佢哋會選你啊！我係林依麗，希望選個7號林依麗。好，唔該晒。咁跟住咧就係8號西九新動力嘅梁美芬，未抽到問題係21號嘅。會問佢會唔會再考慮一下，再調高翻少少個最低工資，同埋保障翻個工作時數咯。你叫佢自己真正落手落腳去就去賺嗰份人工，咁佢就會知道喎。佢係高咗人工，我大個時間少啊嘛。好似你清潔咁樣，大廈清潔，喂，翻咗幾個鐘嘅啫喎，其實佢哋都係。工人嘅苦況呢，喺過去我哋落區呢，就真係頻都聽到。就住最低工資嘅問題呢，我諗而家呢，就通脹好嚴重。喺適合嘅時候，我哋喺立法會呢，都係通過話，即係最好呢，就可以係起碼係2年，但係亦都可以提前1年去檢討嘅。至於標準工時嗰個問題呢，我自己呢，就覺得標準工時係大勢所趨。但係咧喺社會上咧，仲有一啲事情係要討論嘅，包括工人自己咧，有啲就頭先嗰位咁講啦 ，OT 咧就希望多啲 OT 去補水，有啲係希望準時放工，翻去多啲家庭生活。咁咧當然亦都有啲中小企咧就好早就同我哋掛單，就話哇，即係好擔憂標準工時嘅問題。但係我自己都覺得咧，為咗即係工人嗰個嘅福祉咧，呢個係要即刻研究，同埋咧係攞到社會嘅共識嘅嚇。多謝。係咁啊，唔該晒。咁啊，跟住咧就係9號公民黨嘅毛孟靜，你抽到問題係3號嘅。如果佢個仔女咧，佢會唔會俾佢接受呢啲嘅國民教育？佢留翻香港讀書升學，然後接受呢啲國民教育？如果佢願意推動。大家好，我係9號嘅毛孟靜。嗱，國民教育咧就真係你自從出咗呢個什麼中國模式嘅國民教育嘅唔係教材啦嚇，但係個手冊之後真係輿論譁然，你完全係一面倒嘅，你簡直就係唱好一黨專政。我非常幸運，我細路仔大啦，就無緣嚇同呢啲國民教育咧係要接觸嘅，但係你係好沉痛嘅。作為家長嘅心情，尤其是你話喺小學先推行，小學1年班嘅 BB。你同佢講要點樣感動唱國歌國旗，即係唔感動係咪操行就唔合格嘅呢？係咪多一滴眼淚就攞 B， 2滴呢就攞 A 嘅呢？呢啲係不能夠接受。佢哋唔單止係唔適合，係實在太細添。我係絕對反對洗腦教育嘅。一日冇民主，香港係洗腦教育使少啲咩？我哋唔好傾住。好啦，時間啱啱好嘅。咁嗱，第2部分嘅係選民提問嘅環節呢，亦都完咗啦。而家跟住就會第3部分就係候選人互相質詢嘅時間啦。咁呢個環節呢，候選人會有3分半鐘嘅。咁為咗俾係接受質詢嘅候選人呢，有充分時間回應啦。咁發問嘅候選人呢，開始嘅時候呢，問題係唔可以超過20秒㗎嚇。咁之後呢，亦都可以係跟進互相提問嘅。咁如果發問嘅時候呢，超時呢，咁我哋就會喺第4部分每人分半鐘個總結時間裏面呢，扣翻嗰個係發言時間。咁啊，繼續啦，請各位聽到呢，就係 BB 聲先開始提問啦。咁而喺3分半鐘完結之前嘅10秒呢，我哋會開始會有提示信號提示大家㗎啦。咁依照之前抽籤個次序啦，1號獨立嘅黃以謙呢就會抽到2號嘅黃碧雲呢，就接受你嘅質詢嘅。咁聽到信號之後呢，就可以開始發問㗎。
黃碧雲，你聲稱信奉民主，但係你未做過半日嘅民意代表，民意測試即係區議會選舉咧，你唔合格，輸咗俾梁美芬，但係你竟然接受黨嘅委任呢，靠大佬張文光抬轎，想坐直通車入立法會。你接受咗黨嘅委任，你咁樣做係咪虛偽呢？我想問下你，點解你唔贏咗區議會選舉，攞到民意授權先至入立法會呢？我相信你對民主嘅理解係錯誤嘅，冇人規定咧選舉一定係要贏或者輸，又或者輸咗一場選舉唔可以參加另一場選舉嘅。區議會嘅選舉咧，佢哋對候選人嘅要求啦，同埋佢哋從事嘅公職咧嘅內容，同一個立法會議員嘅要求亦都係完全唔同嘅。咁我相信公眾咧係會期望一位候選人，如果佢喺個區裏邊服務，即使佢選贏選輸都好，佢係表示繼續咧係服務市民，係唔應該咧輸咗咧就走嘅，咁樣係好令人失望。一個真正相信民主嘅人呢，就係要企出嚟面對選民嘅抉擇，無論贏輸，我黃碧雲都係好願意面對選民嘅抉擇嘅。你冇實戰經驗，你點樣服務市民呢？你實戰經驗呢？請你自己聽清楚。剛才我講，我爭取民主嘅時候，你都唔知喺邊度，係1986年嘅時候，經過4分一世紀，坐喺度在座，冇一個人係有咁樣嘅資歷嘅。我哋而家香港係根本上未有全面嘅民主，我哋需要團結去爭取。我亦都見唔到你呢位醫生啊，過去啊喺爭取民主上邊做咗啲乜嘢事情？我想問下毓民嗱，你同毓民咧愛恨不清。我哋只可以問翻指定嘅。嗱，我問翻黃碧雲啦，你要跟遊戲規則。毓民同你愛恨不清，一時就攬埋一齊。哇！我從來攬埋一齊玩拉布，一齊咧。嗱，第一我唔會恨毓民㗎。聖經話我哋要愛我哋嘅敵人啊！我亦都唔希望有敵人嘅。究竟你同佢關係？我同佢嘅關係點樣？我哋就坐喺度做緊呢個節目咯。有咩關係啊？問你兩個。我都未問你又同梁美芬有咩關係啊？你唔係問我問題啊！你講翻你嘅嗱，政府同民意脫節，但係如果你同民意一啲唔能夠掌握到，你點樣代表市民去反映你嘅意見呢？你不如問啲準確啲嘅問題啦！你成日係質疑人哋參政嗰個嘅資歷，最重要嘅就係對民主信念嘅堅定。我哋係有業績可尋。做議員係要有經驗、實戰經驗先能夠做到代表市民噶嘛？咁係咪如果咁講話，你冇做過議員，你就以後都唔可以參選做議員呢？從來一個人未做議員之前都唔係議員噶啦！你邏輯上面已經犯咗一個好大嘅謬誤，唔係醫生精神錯亂啊！你有少少。點解你要揾張文光抬轎嚇？你而家傳媒都話你10個人。嗱，大家咧就唔好貶低張文光嘅所謂抬轎。張文光參與功能團體嘅選舉係立法會嘅功能界別教育界嘅議員。民主黨係好相信呢未來幾年嘅教育嘅改革係非常之重要。我哋提升教育嗰個質素，亦都要反對洗腦國民教育。民主黨派邊個人咩嘅組合喺九龍西參選，一定係考慮過。派出最優秀嘅人才，我哋好相信我哋嘅團隊係能夠幫到九龍西。請投我哋2號團隊黃碧雲、張文光一票，多謝你。好，咁啊，時間到啦，唔該晒。咁跟住咧就係2號民主黨嘅黃碧雲啦，抽到3號民協嘅譚國僑接受質詢嘅，聽到信號之後呢，可以開始發問啦。譚國僑舊年喺區議會選舉期間呢，民協同民主黨有一個共同命運，就係咧都俾人民力量選民力量嚟追擊。當馮檢基最後險勝出嘅時候呢，佢就講咗一句，佢話人民力量永遠唔係我哋嘅盟友。而家都經咗差唔多1年啦，經歷，你哋對人民力量嘅睇法又係點嘅呢？佢哋喺區裏邊有冇追擊你哋呢？你認為今次佢會唔會咬你哋呢？多謝你，我係3號民協嘅譚國僑。好多謝阿碧雲正話嗰個提問。就事實上對舊年喺區議會選舉呢，無論民協或者我自己本人啦，阿碧雲都係面對人民力量或者佢嘅一啲嘅朋友嘅追擊。咁我自己係覺得係好心痛，因為我睇到我自己都喺1986年開始啦嚇，即係同阿碧雲一樣爭取推動高山大會民主嘅爭取。一路去到90年代，我哋爭取一個民主嘅基本法。當然有個基本法出咗嚟，我哋要點樣落實，係需要我哋香港人大家共同去到奮鬥努力。咁但係好可惜喺回歸之後，或者甚至乎喺過去呢幾年，我哋睇到喺民主派裏邊呢，係出現咗一啲嘅風波。咁我睇到其實大家都係好希望香港係盡快走上一個雙普選嘅路線嘅道路。
咁可能大家會因應個社會個形勢或者個發展嘅轉變，大家係採取啲唔同嘅策略。咁但我希望呢啲唔同策略唔應該係傷害大家嗰個爭取民主嗰個心。咁當然阿毓民佢哋人民力量去追擊我哋，係的確令到我哋特別我哋喺社區裏面嘅支持者呢係好大嘅反感。咁所以我哋都會覺得，大家雖然手法唔同，但係咪可以大家求同存異，向為民主嚟到奮鬥？咁你可以唔同，譬如好似而家我哋今次嘅選舉，我哋會有一個嘅超級區議會，人民力量唔同意唔緊要，但我哋都希望毓民同埋人民力量嘅朋友，係咪可以睇下未來4年，其實我哋香港個政局係非常之關鍵。我哋新當選嘅立法會議員呢，係要為未來2017年我哋嘅普選嘅行政長官，係咪一個低門檻，唔會有篩選嘅一個選舉方式？另外2020係咪可以真係全面取消功能組別？我相信嚟緊呢一個嘅立法會嘅會期呢係好重要。咁呢樣嘢我相信，如果我哋唔能夠，當然正話碧雲你好樂觀，或者唔係樂觀，或者你嘅睇法就係到2/3要通過一個符合我哋民主進程。但我睇唔到我哋會做到2/3，而實際上而家喺立法會都唔係。但我哋要做嘅係咩呢？係要維持一個1/3嘅關鍵否決權，唔好讓建制、民建聯、梁美芬西九同埋工聯委嘅建制派配合住梁振英政府推出一啲唔符合香港人嗰個民主需要一啲嘅政制嘅發展，所以我好希望毓民人民力量嘅朋友呢都能夠大局為重。喺今次嘅選舉，係咪我哋能夠泛民都係加人民力量嘅朋友都能夠大家放低一樣，係令到可以去為香港個民主嚟爭取。如果你唔係民友，我諗呢個民好笑。係啦，我呢個遊戲規則係只可以接受質詢嘅人去講嘅啫，係對唔住啊，係啦。你仲喺度講呢啲嘢？對唔住，呢班我未講完，不過可惜今日就冇機會抽到你，或者你冇抽到我啦。但係我相信將來論壇嘅機會。Sorry，咁所以我簡單嚟講就係，雖然手法上唔同，而導致我哋日事實上相有感同。但係希望大家都係可以講咩口係冇錢。唔用等先嚇，係啦。割咗隻㗎啦嘛，包括黃碧雲頭話稱話敵人添啦嘛，唔係朋友啦嘛。用冷靜一陣先，係啦。嗱，我哋唔係朋友，但係都可以唔同嘅手法去爭取香港嘅民主。嗱，咁樣我哋講清楚嚟係啦，因為我哋嗰個規則上面咧，大家去遵守，咁我會好做啲嘅。冇話㗎，你係我敵人。黃碧雲都唔講話，即使你係敵人咧，我都會愛你嘅。即使唔係都咪嗱呢度完咗呢度先啦，跟住我哋3號嘅民協嗱譚國僑跟住到你啦，咪扣埋你啲時間㗎啦。政治主張唔同，我咪追擊佢簡單啫嘛，有咩錯啊？好啦，咁啊輪到譚國僑咧就抽到9號毛孟靜咧接受佢嘅質詢㗎。Claudia， 我諗大家都係好關心香港嘅核心價值民主自由嘅問題，但係當然我亦都希望大家都明白我哋民協比較着重喺民生同埋呢方面嘅工作。咁特別我喺上兩個禮拜都去到大角咀、博文街，其實都有一啲嘅當地一啲嘅舊樓嘅居民呢，其實對嗰個舊區嗰個嘅市區更新呢係非常之關注。咁佢哋都希望能夠透過嗰個業主主導呢一類嘅計劃，係幫助到佢哋解決嗰個問題。咁所以我都想聽下，如果有機會大家喺立法會共事嘅時候，Claudia， 你覺得而家嗰個市區更新嗰個咁嘅情況有啲咩嘅問題，同埋點樣可以將呢樣嘢更加推得快一啲，幫助到我哋舊區嘅小業主同埋啲市民？係多謝晒譚國僑嚇。就大角咀舊區咧，係嗰個市區重建嘅問題係令人煩惱嘅。事實係真係必要快啲上馬。我哋而家做法就係你有8成嘅強拍啦，有市建局係就自己嚟主動走嚟收樓啦，咁亦都有話可以業主自己搞，最好就係業主自己搞，真係自己嘅私產。我哋唔係共產嘛喺香港，但係困難重重嘅。事實係因為一座大廈有唔知幾多單位嚇，業主啊呢個移民啊，嗰個就返咗大陸啊咁。嗱，重建嘅問題呢，就我哋最緊要係保障到現有嘅業主最基本嘅權益，即係一層樓一個單位對佢嚟講係一生一世最大嘅投資嚟嘅。你夾硬去收購市建局嗰啲即係低於市價，你對佢唔公平㗎咯。咁而你講到話大角咀舊樓呢，我最深印象嘅另一個問題就係重建都未開始嘅時候，高鐵啊10幾棟嘅大角咀舊樓咧喺下面轟轟聲咁去，係擔心嘅。
因為高鐵咧就佢唔單止管道係比人闊，亦都係工程係比現有嘅港鐵係浩大好多。我哋一直有同高鐵港鐵咧即係聯絡啊，同希望同居民即係你可以承諾將來有啲咩冧樓啊、天花剝落啊，一定有補償。係港鐵高鐵係唔睬你嘅咯，呢個係好令人擔憂嘅。調翻轉頭，我又想，我唔可以質問，唔可以問翻譚國橋一啲問題，可以討論嘅，可以係啦嚇民生嘅問題當然係非常重要但係講到底呢，就黃毓民都會同意我噶啦。你沒有民主，哪有民生？我亦都好希望香港人呢係可以睇到好多係政策上，我哋整個架構上係有個毒瘤喺度㗎。你正話都講下譚國橋，我好同意你就係。你下一次嘅特首選舉話聲稱係一人一票普選，如果你有篩選有預選嘅，來來去去又係嗰班咩民建聯工聯會喺暗中撐嘅人出嚟，香港人反地產霸權反咗好幾年啦，而家好多其他嘅議題，你話特惠生果金，哎呀好感動啊，又多咗錢啊咁，佢係要好仔細，咩都同你去審查。資產審查、入息審查，啲公公婆婆嚟得申請嘅梗係好需要噶嘛，你仲喺度煩到佢呢，就完全係擾民嘅。另一樣嘢就係長者醫療券又係，你又話幫佢嘅，結果呢又係好少錢。係時間到啦，唔該晒。係。嗱咁而家咧就時間接近係9點鐘啦，我哋先聽咗新聞之後咧，就再翻嚟咧繼續係正經星期六九龍西嘅直選論壇。